現場所見已經係有超過1000票係贊成我哋進行呢一個馬拉松靜坐啦，兼且已經授權咗幹事係可以隨時進一步嘅行動啦。已經有機會係會包括按章工作啦，但係我哋亦都唔排除響8月份我哋到時會俾一個確實嘅日子，大家我哋有機會係會罷工嘅。首先，我哋重申，我哋對我哋嘅同事係非常之有信心。做任何嘅決定嘅時候咧，都會以我哋客人嘅利益為首要、最重要嘅一個考慮因素啦。我哋覺得咧，喺嗰個3個議題裏面提出咧，都係有可能係一啲誤會嚟嘅。如果員工需要處理一啲唔禮貌啊，或者係有騷擾性行為嘅乘客，所有嘅法律上邊嘅保障咧，公司都係會提供嘅。咁但係奈何突然之間咧，響4月份就係成個呢一個部分咧係被拎走咗。我哋其實係冇一個諗法係要改變呢一個法律支援。當時拎走咗咧，係因為我哋覺得呢啲字眼係唔夠具體。呢個就比較好笑嘅，因為當你攞走嗰樣嘢，然後話你仲有嗰樣嘢咧，咁究竟個保障喺邊咧？我覺得係冇問題，可以擺翻落去原本嗰度，係更加清晰，對員工嘅保障可能係更清楚咯。嗱，